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！有没有等着要来学有用的客家话呢？今天许巍老师要教的第一句话呢，是说一个人说话算话，怎么说呢？几公发算发，几公发算发，几就是他。通常你这样说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在离你不远的地方，就指的他说几公发算发，他说话算话，公发算发，公发就是讲话，算发就是算话。再来，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哦，我们就这么讲喽，几周瑜的信用，几周瑜的信用，几就是他，周瑜的。周易的就是可以，来张开来嘴巴来，周易的，周易的就是可以的意思。信用就是信用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信赖，给周易的信用。如果说他这个人不可以信赖呢，哎呀，这是否定句咯，叫做周的，周的，嘴巴闭起来哦，再来周的。对了，所以呢叫做给周的信用，就是信用不得哦，周的。再来呢，他这个人哦会说谎话，叫做给公法了，给公法了，给就是他，公就是讲，法了就是谎话的意思，所以整句话再念一次来，给公法了，给公法了，哎呦，好了不起哦，就这样跟着念就念得这么标准哦，很棒哦。接下来音可喜相逢，许巍老师要来介绍一个客家俗话，我从小就听我爸爸他们说，好好笑哦，叫做父烈木秀美为米 Q Q， 好可爱的发音哦 ，Q Q， 那个 Q Q 就是翘起来的意思，父烈就是狐狸，木秀就是不要笑，美为就是喵喵就是猫，所以你狐狸呀，你自己的尾巴翘翘的，你不要去笑人家猫也翘翘的，你自己也是啊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半斤八两了。那么英文怎么说呢？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. The pot 是生的锅子，然后呢 kettle 是煮水壶，所以锅子跟水壶屁股都黑黑的嘛，所以呢你们一样咯，50步笑100步。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。 重点是客家话怎么说，来再念一次，父烈木秀美为米 Q Q。 我们今天学到这咯。现在我来复习一下咯，嘴巴要张开来哦。学客家话就跟学英文一样，嘴巴要很奇怪，一直念，发出声音来跟我念。他说话算话，给公发算发。很好，再来哦。给周瑜的信用，他这个人哦，信赖不得，给周唔的信用。他哦，说谎话呢，给公发了。再来，半斤八两，父烈木秀美为米 Q Q。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。 今天就学到这里了，安之森，徐梦妮，再见。